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因為天氣惡劣，我哋真係今次喺網上同大家一齊去崇拜敬拜我哋嘅主，讓我哋又集中我哋嘅精神，集中我哋嘅意念，都係喺我哋嘅崇拜入邊。我用神嘅話語去開始我哋今日嘅崇拜，我一齊去誦讀宣召經文。你們要讚美耶和華，我的心啊，你要讚美耶和華。耶和華要作王，直到永遠。錫安啊，你的神要作王，直到萬代。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詩篇146篇1節10節。弟兄姊妹，讓我哋都讚美耶和華。佢係創天造地嘅神，佢係作王，佢係直到萬代都係我哋嘅王，係我哋嘅耶和華。我哋將一切嘅讚美都係去歸俾佢。讓我哋唱以下嘅詩歌：你真偉大。主啊，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動，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你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你真偉大，何等偉大！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你真偉大，何等偉大！我上路，神竟願在他兒子降世捨命，我肌膚不領會，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血捨身，為要赦免我罪，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你真偉大，何等偉大！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你真偉大，何等偉大！當主再來，歡呼聲響徹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嚴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啊，你真偉大，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你真偉大，何等偉大！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你真偉大，何等偉大！你真偉大，何等偉大！你真偉大，
神係偉大嘅神，佢係創造係幾咁嘅完美。佢嘅創造就係用聲音，用佢嘅說話就可以造成。我哋真係不能不去讚嘆佢嘅作為。佢亦都係我哋嘅王。我哋以下嘅首詩歌係再一次提醒我哋，大地雖然震盪，洪水泛濫嘅時候，就好似我哋而家見到天氣惡劣，呢個冰天雪地將會臨到。但我哋都唔需要懼怕，因為我哋無論遇上什麼嘅艱苦嘅歲月，我哋知道邊個。我哋知道我哋嘅王，我哋嘅神，我哋嘅耶和華仍然係掌管呢個宇宙萬物，掌管呢個穹蒼，因為佢係我哋嘅王。讓我哋去唱以下嘅詩歌：神作王。神作王，榮光充滿大地。神作王，萬國歡欣。海天暢旺，山淵響應。神作王，歡呼歌唱。神作王，榮光充滿大地。神作王，萬國歡欣。海天暢旺，山淵響應。神作王，歡呼歌唱。大地震盪，眾山嶺搖動。洪水泛濫，見風雲色變，未怕一切都失去，或遇上艱苦的歲月。神啊，你是王，仍掌管這穹蒼。神作王，榮光充滿大地。神作王，萬國歡欣。海天暢旺，山淵響應。神作王，歡呼歌唱。大地震盪，眾山嶺搖動。洪水泛濫，見風雲色變。未怕一切都失去，或遇上艱苦的歲月。神啊，你是王，仍掌管這穹蒼。神作王，榮光充滿大地。神作王，萬國歡欣。海天暢旺，山淵響應。神作王，歡呼歌唱。神作王，歡呼歌唱。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早上天氣寒冷，但願神祝福保守大家。我哋而家開始我哋嘅崇拜，首先我哋祈禱啦。天父耶穌，我哋感謝你喺寒冷嘅天氣當中，你俾我哋有一個溫暖嘅家庭，你俾我哋有一個教會。雖然我哋今日唔可以喺教會度一同聚集嚟敬拜你，但係我哋心靈溝通，我哋而家一齊喺我哋嘅屋企當中嚟敬拜你。願意主與我哋同在，祝福我哋今日嘅敬拜，等我哋有好好嘅得着，亦都保護嗰啲喺寒冷當中有困難嘅我哋周邊嘅人群，
主啊，我哋係關切嘅關心佢哋。主啊，你施恩保護佢哋，好似你保護我哋一樣，亦都為我哋教會今年各種嘅侍奉、各種嘅工作，求主賜福施恩，俾我哋有力量嘅緊緊跟隨耶穌，做我哋應該做嘅事。咁啊，弟兄姊妹啊，我哋繼續祈求阿們。弟兄姊妹啊，我哋繼續今日嘅講道咧，就係喺創世記嘅第3章啊，嗰度咧就講到咧人啊嘅犯罪，然後犯罪嘅結果係點樣？可能大家心中會有一個問題啊，因為喺創世記嘅第1章同第2章嘅當看係好嘅，當你做人啊萬物啊都看係好嘅，當你做人啊嘅時候咧，佢甚至話呢個係非常好嘅，甚好啊！咁點解後來又會弄到咧人會犯罪，同埋咧犯罪嘅時候嘅後果又係點樣咧？而呢個結果又點樣影響我哋後來嘅我哋一代傳一代嘅人類嘅光景咧？咁樣當然最終嘅要問嘅問題就係，既然我哋已經活喺呢個罪進入世界嘅環境當中，周邊都係充滿咗各種嘅矛盾或者唔愉快嘅事情，咁我哋實際上有咩出路呢？咁今日咧最緊要嘅終結點就係話，雖然罪咧係好明顯嘅，係侵犯咗人類同神嘅關係，但係咧喺神嘅恩典當中，其實我哋有出路嘅。所以我哋首先去睇下犯罪嘅起因、經過同埋結果啊。咁犯罪嘅起因咧，嗰度咁講啊，就當人咧喺呢個創世記第2章15到17節嗰度話，佢其實耶和華咧將人咧安置喺伊甸園裏邊，其實俾人咧係一個好好嘅環境啊，喺嗰度居住咧，嚟為耶和華嚟做工。因此咧喺呢個做事當中咧，人類係可以榮耀佢嘅。咁但係喺呢個耶和華安排亞當夏娃，我哋似吃園中嘅各樣樹上嘅果子可以隨意吃，園中嘅各樣樹上嘅果子可以隨意吃，但係呢中嘅各樣樹上嘅果子可以隨意吃，但係咧就有一棵樹咧叫做分辨善惡嘅樹嘅果子咧，係耶和華話你哋唔可以食嘅，因為你吃嘅時候咧，日子必定死啊！咁好多人就問啦，神做萬物都好嘅，佢話乜都俾晒人去管理同埋享用啊，點解神又唔俾人咧去吃呢個善惡樹嘅果子咧？咁樣當然呢個誡命係俾亞當同埋俾佢嘅妻子夏娃啦。咁樣咁咧，其實原因有幾方面嘅。最直接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人咧都係神所做噶，人咧係要榮耀神，成為佢人生嘅目標啊。咁咧，人同神嘅身份係有分別噶。咁樣人咧唔能夠視自己與神相等噶，因為神係創造人嘅，係值得我哋尊重嘅。所以呢個嘅分線咧係應該好清楚嘅，亦都係人對神嗰種信服啊同尊重嘅表示嚟嘅。咁另外咧，呢個分別善惡樹咧，好多解經家都有個咁嘅解釋。佢話分辨善惡咧，其實最終咧嘅主權咧喺神嗰個手上邊。咁如果一個人咧能夠有分辨善惡嗰個嘅能力啊，但係佢又冇嗰個性情啊，因為人性唔係等於神相等嘅。咁呢個分辨善惡嘅能力咧，其實最終啊都會成為一種惡嘅態度同惡嘅行為嘅。所以咧就惡嘅行為就係罪啦，所以罪嘅工價乃是死啦。因為罪將我哋同神分開啊嘛，
所以當人犯罪咧，就必定會死啦。咁分辨善惡樹嘅果子咧，如果人吃咗之後咧，對人一啲好處都冇嘅，因為呢個主權咧，只有神先至可以能夠立定㗎。乜嘢叫善，乜嘢叫做惡？咁我哋人咧係要聽從神嘅吩咐，先可以知道善惡嘅分別嘅。所以有呢個咁嘅解釋嚇咁樣。咁好明顯咧，呢個人點解要犯罪咧嘅起因就係因為佢哋唔接受自己嘅身份，佢係人，佢哋要與神相等啊，係一個唔信服神嘅態度，所以咧最終咧就引出呢個罪行出嚟啦，就犯罪啦咁樣。咁啊跟住咧，我哋可能要睇啦，呢個犯罪嘅經過啊。犯罪經過咧，當然呢個人係要負責任啦，咁樣。但係咧喺同一時候咧，係有魔鬼嘅即係加入嘅。咁呢個第3章第1節創世記嗰度講咧，佢話耶和華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神起真啊！神起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咁樣。但係記住神造萬物都好嘅，咁理念上點解條蛇就好似話唔好嘅咧？其實呢個蛇咧，其實咧唔係一般所謂神造嘅蛇啊，係魔鬼嘅化身佢演變成為一個蛇一樣咧，去引誘呢個人啫。當時主要咧第一個對象係個女人啦，嗰陣時神已經做咗男人同女人啦。咁其實聖經都話俾我聽魔鬼係墮落嘅天使，係一個敵擋神嘅靈界嘅物質嚟嘅。佢喺人類嘅當中咧，常常去欺騙人類誘惑人類咧去做一啲違背神嘅事。所以約翰福音8章44節咧就話魔鬼係一個說謊者佢最懂得人嗰個人性同人嗰個心態佢會用好多怪異嘅方法狡猾嘅方法咧，去引誘人去犯罪嘅咁樣。咁佢其中一個常用嘅方法咧，就係將神嘅吩咐去顛倒啦，等到啲人咧產生對神個吩咐咧有啲嘅疑惑啦。好似呢個3章第1節佢就對嗰個女人講：神豈是真說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咁呢句説話咧，就對呢個女人咧嘅意念當中咧產生一個嘅衝擊啦，就懷疑嘅衝擊啦。但係如果大家留意第2章第17節神就明明對嗰人講佢話不可吃㗎呢棵樹上嘅果子。但係咧呢個魔鬼咧就將佢改成為一個可以吃可以唔吃咁樣嘅模棱兩可嘅一種嘅了解出嚟咁去睇呢個女人咧產生疑惑啦。咁跟住喺第3章4到5節創世記嗰度咧，蛇又對女人講佢話你們不一定死咁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便如神能知道善惡。佢第一句説話咧就係話你哋食你唔係一定死嘅。但你知唔知道喺第2章17節咧，神明明話如果你食呢個咁嘅果子咧你一定死嘅。魔鬼就話你不一定死又係將一個疑惑嘅態度咧放喺呢個女人嘅身上邊啦。同時咧，佢仲俾一個理由佢話其實咧神咧可能係意念唔好或者係嫉妒你哋所以咧佢知道咧，如果你食咗呢個果子之後咧，你嘅眼睛就明亮啦，你們便如神哇，好緊要呢句説話可以變為神一樣能知道善惡因為剛才我都話善惡嘅分辨同埋決定乜嘢係善乜嘢惡呢個主權咧同埋智能咧喺神嗰度，人係冇辦法只靠着
人性嗰種嘅有限咧，能夠完全知道善惡嘅定位嘅咁樣。所以佢就話啦：神，你哋如果願意食呢個果咧，你就好似神咁有呢個能力啦所以好明顯魔鬼係利用人性嘅軟弱咧，去引誘呢個人去犯罪等佢首先咧去質疑咧神嗰啲嘅吩咐唔係絕對嘅，同埋神嘅吩咐咧未必係對我哋最好嘅。咁如果我哋嘗試用一啲實際嘅例子啦，咁樣魔鬼如果要引誘一個人去犯罪咧，舉例啦佢都會引誘我哋咧懷疑神嘅吩咐係咪咁絕對神嘅教導係咪一定係對我哋好嘅？所以我哋唔需要咁擔心我哋唔需要守神嘅誡命嘅。咁可能佢會講啲咁嘅嘢。舉例如果一個人喜歡賭博咁樣咁我知道賭博係聖經唔喜悅㗎，係一個貪心嘅一種嘅唔好嘅行為嚟嘅，甚至係可以認為一個好壞嘅習慣可能魔鬼喺我哋心中就話啦：啲小賭小賭唔算啦，大賭先算啫咁樣。咁俾我哋對賭博呢個定義咧產生一啲嘅疑惑啦咁樣。其實好多大嘅賭徒都係由小賭開始嘅啫。賭博本身就係唔啱你由小變為大嘅啫。但係魔鬼就可能會話啦：少少嘅賭係娛樂啫，唔算啦咁樣。跟住佢可能就話啦：賭錢唔係一定輸嘅啫，你睇下有人贏㗎。甚至佢話某某人剛剛先贏咗一個幾十萬嘅回報咁佢可能用好多呢個方法咧，能夠打擊我哋對賭博呢個嘅教誨咧產生懷疑，因此咧就會產生一啲嘅罪惡嘅行為啦。咁其實喺我哋肉體嘅軟弱當中好多類別嘅罪行咧，都係因為我哋懷疑神嘅吩咐因而咧信心產生搖動咧，慢慢咧就會掉入呢個圈套因而咧會犯罪㗎咁樣。所以大家咧要小心我哋唯一嘅對自己嘅保障咧，就係知道魔鬼係會引誘我哋離開神㗎。就算我哋信咗耶穌嘅人咧，魔鬼都唔會放棄我哋㗎。舉例喺人類嘅始祖嗰時，罪仲未入到世界，魔鬼都引誘佢。就算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成為人魔鬼明明知道耶穌係一個十全十美嘅人，魔鬼喺馬太福音第4章都引誘耶穌要耶穌去犯罪唔行神嘅吩咐魔鬼甚至將啲聖經咧略為拗轉嚟試探耶穌嘅。所以咧，當然佢用一啲世俗嘅方法嚟引誘我哋係可以嘅，甚至有陣時咧佢斷章取義將聖經嘅教訓去改變嚟引誘我哋咧，都係經常咧魔鬼所用嘅方法啦。所以因此咧，弟兄姊妹，我哋一定要多啲去了解聖經，係全面性嘅了解聖經，唔好等魔鬼咧利用我哋對聖經嘅一竅不通或者半通，即係半知半解啦咁樣嘅時候咧，就將聖經咧扭轉嚟引誘我哋咁樣。咁跟住睇呢個犯罪嘅過程啦。咁神就咁嚟引誘呢個神咁嚟引蛇咁嚟引誘呢個人啦。咁其實呢個人咧，即係女人呢個女人就點樣去回應咧？當個蛇去引誘嘅時候所以一個人犯罪咧，就唔能夠淨係話係蛇要負責任即係魔鬼要負責任呢個女人又點咧？咁樣我哋睇呢個，跟住睇一節聖經啦，就係喺第3章到2到3節個女人點回應蛇對佢嘅説話。咁第2節佢話：女人對蛇説女人對蛇説呢個女人對蛇説，園中樹上的果子咧，我們都可以吃。咁呢個冇錯呢個説話神係咁講。如果大家對比16節喺隔離嗰個投影嗰度講，個耶和華神吩咐他説：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們可以隨意吃。所以呢個第一個回應呢個女人咧係冇錯嘅。咁跟住第3節咧就有啲問題啦。佢話：唯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説你們不可吃，
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喎。嗱，呢句説話咧就係可以話冇完全錯，但係咧亦都唔係完全啱喎。所以當一個信徒咧對神嘅説話帶着開始有懷疑嘅態度啦嚇，可能啱嘅，可能唔啱嘅，可能啱一半嚇，咁嘅態度嘅時候咧，魔鬼就會乘虛而入啦。所以17節嗰度啦，嚟睇下神點講。第2章佢話：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們不可吃啊！從來冇話不可摸嘅噃。然後好肯定咁講，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喎。嗱，必定死咧係一個好肯定嘅警告嚟嘅。佢加個不可摸落去咧，已經係有啲錯誤啦。跟住免得你們死咧，好似係如果有咩特別嘅情況當中咧，可能都可以唔死嘅，即係嗰個份量係冇咁重嘅。你必定死咧，就冇任何協調嘅空間噶啦。所以神咧明明係話呢樣嘢你哋唔可以噶，你個女人啊，你唔可以啊，亞當啊，你唔可以啊食呢個果噶，一食你一定死嘅所以問題咧呢個女人俾蛇嘅引誘咧。因為佢對神嗰個權威性嘅教導產生咗質疑所以先產生咗另外一個嘅問題出現啦。就係話，當佢去懷疑呢樣嘢嘅時候跟住咧佢內心嗰啲嘅內心嗰啲嘅所謂決定啦，或者嗰種意志咧就會受到搖動啦。咁我睇到話咁女人點去犯罪咯嚇？佢意志已經受到搖動啦，對神嗰個嘅吩咐咧已經產生疑惑啦，對神嗰個教導咧甚至已經開始模糊啦咁跟住點咧？創世記3章第6節啦，嗰度講啦，個女人犯罪經過於是女人見那果樹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嗱，如果大家睇呢個3章第6節嗰個犯罪嘅經過啦，真係去犯罪啦，初初係意念嘅問題啦，係思維嘅問題啦，而家行動上嘅問題啦。呢個行動嘅問題好反映到人性嗰種嘅渴求同埋人性受到思維嗰個影響嘅時候咧，所產生嘅一啲嘅行動嘅，呢個行動就係罪嘅行動嚟噶啦。第一，佢話好作食物，佢見到個果子，其實果子係可以作食物噶，因為肉體有需要食嘢噶嘛。神已經話園中所有嘅食物你都可以食噶啦，啲果子係咪可以食？只不過話唔係你唔應該食呢個啫咁樣，但係咁都唔夠佢當需要食嘢嘅時候咧，佢就忘記咗有其他食物足夠俾佢食噶啦。所以肉體上嘅一種嘅渴求咧，就驅使呢個女人咧去嘗試咧去食呢個禁果啦。咁呢個係肉體嘅需要啦。跟住係悅人的眼目佢點除咗對佢肉體產生一種吸力之後咧，對佢嘅視覺即係個美感個觀感佢覺得哇，真係好想要一樣嘢所以魔鬼就係利用我嘅肉體嘅需要啦，眼目當中嗰種視覺嘅需要啦，嚟引誘我哋嘅。但係最緊要都係我哋嗰個嘅對一件事實嗰個思維上邊有冇緊握一啲嘅原則即係神咁講，我就思維上一定要決定唔可以違背神嘅。咁嘅時候咧，我哋肉體嘅需求眼中嗰種嘅吸力就唔會影響我哋呢個嘅決心㗎。但我決心搖動咧，嘅眼睛睇到嘅嘢，肉體嘅需要嘅，又同時出現咧，就好容易咧，我哋行動就會行得一啲神唔喜悅嘅事實出嚟啦。咁跟住佢使人有智慧有智慧呢句説話係點走出嚟嘅？因為咧，魔鬼曾經同佢講如果你吃呢個果嘅時候咧，可能你好如神一樣能知善惡咁呢個係點一個人生嘅一種嘅理念或者驕傲一種嘅高峰嘅一種嘅追求嚟嘅，即係話哇，好似神咁叻所以呢個唔係肉體嘅眼情慾，
眼目嘅需求同埋今生嘅驕傲所驅使呢個女人去食呢個果嗎？咁樣咁最後咧就一個好特別嘅字啊！呢度其實有4個 point 嘅剛才講咗3點，跟住一點咧，佢食之前咧就話，且是可喜愛的啊！佢加埋嚟佢肉體嘅需要、眼睛嘅需要、心靈上嗰種嘅傲氣啊，催擊佢。佢就認為呢樣就可喜愛嘅，即係成為一種好大嘅渴求啊！呢個聖經咧喺講到佢哋後來即係夫妻關係嘅時候咧，犯咗罪嘅時候咧，就話女人必要戀慕佢丈夫啊！呢個喜愛就係戀慕嗰個字同一樣嘅字嚟㗎，即係話佢內中意想控制佢、想擁有佢咁嘅態度就出嚟啦。當你呢個態度出嚟嘅時候咧，當然佢就不計較其他嘅後果啦，就將個果實咧攞落嚟食咗啦。佢不單自己食仲俾佢丈夫食所以人類咧，從呢個女人犯咗呢個錯誤之後咧，跟住咧等到佢嘅丈夫嗰個男人咧，都同樣犯呢個嘅錯誤啦。雖然聖經冇講話呢個丈夫點解要食呢個果，但係我深信咧，呢個丈夫即係亞當啦，佢食呢個果嘅時候咧，佢背後嘅意念咧，都同呢個女人係差唔多嘅，都係肉體情慾眼目情慾今生嘅驕傲啦咁樣。佢唔可以賴話呢個女人俾我食佢係我妻子，佢俾我食我就食如果係咁嘅時候，神就唔會斥責呢個男人啦，係咪？佢都要完全負責因為佢最後食呢個果，其實佢嘅犯嘅錯誤內質上嘅矛盾就係同呢個女人係一樣嘅。咁記住其實魔鬼都經常用呢啲方法嚟引誘信徒㗎。我用耶穌基督喺馬太福音第4章嗰個例子講啦。當耶穌基督禁食40日嘅時候，佢開始肚餓啦，咁樣個魔鬼唔係話你將石頭變為食物啦，係針對耶穌嘅肉體需要咩？跟住咧，佢帶耶穌去山上面睇到世上嘅一切嘅榮華，係咪？咁呢個豈不是係眼目上嘅滿足咩？咁樣，然後跟住佢帶耶穌去個聖殿嘅塔頂，要佢跳落去。佢話冇人做得到嘅，係你先做到證明你係唔同嘅咁樣。咁呢個咪滿足一個人超人一等嗰個觀念咯，係驕傲嘅心所以無論點就算魔鬼喺新約嘅時候去引誘耶穌去犯罪，等耶穌一犯罪嘅時候就冇咗資格去為我哋嘅罪死啦，就破壞咗人類嘅救贖嘅大計啦咁佢連神自己耶穌基督係神自己魔鬼都有勇氣去引誘，不外都係利用人性嘅肉體、人性嘅眼目、人性內心嘅驕傲咧，去引誘我哋做一啲神唔喜悅嘅事。所以大家睇到我哋人性嘅軟弱係咁嘅，所以我哋要小心。就算我哋信咗耶穌嘅人，一陣間我會講噶，我哋受魔鬼引誘嘅時候咧，我哋嘅抵抗嘅方法係喺邊度出嚟嘅？但係唔可以否認咧，就算信咗耶穌嘅我哋咧，我哋人性嘅軟弱咧，都仲係有肉體嘅問題，有眼目嘅問題，有今生內心嗰種驕傲想高人一等，處處係比人即係更好，呢啲咁嘅不自然嘅競爭喺我哋內心當中咧，係會催逼我哋有陣時咧去犯罪嘅。所以求主真係憐憫我哋去小心不受魔鬼嘅引誘啦咁樣。咁當然咧，人呢個犯罪嘅經過咧，女人食咗之後咧，就將個果子咧就俾佢丈夫食好奇怪神咧就將呢個犯罪嘅結果咧就臨到呢個男人同女人嘅身上，甚至咧呢個罪因一人入咗世界咧，就臨到佢嘅後代即係我哋人類族類裏邊咁樣。咁但係咧喺羅馬書5章12節咧，聖經就用一個字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啦，因為眾人都犯了罪。呢句聖經咧就話呢個人自從得罪咗神，
犯咗罪之後咧，死就自然臨到啦，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係一代傳一代咁傳落去嘅。但係比較著目嘅字眼就係罪從一人入到世界啊！呢個一人咧係指亞當喎，係指呢個男人喎。雖然係女人首先吃呢個果嘅，所以呢句説話俾我哋睇到咧，就唔係因為女人食呢個果啊，佢第一次食呢個果啊，要禁果咧，罪臨到係亞當啊，因為同佢太太佢妻子一齊食呢個果啊，所以臨到呢個世界上邊。所以大家要明白啊嚇，呢個人犯罪咧，個箭頭就唔係淨係指向夏娃噶，亞當都係同一樣要負同樣嘅責任嘅。咁當然後來罪嘅結果咧，當然神要將一啲嘅審判臨到人類當中，係包含咗對亞當同包含咗對夏娃啦嚇。兩種嘅懲治嘅方法係有些少嘅唔同。咁但係大體嚟講咧，最緊要亦都最重要嗰個懲罰咧，就係罪的工價乃是死啊！不管亞當或者夏娃都面臨到同一個結果嘅。咁所以咧，我哋睇下犯罪嘅結果啦。犯罪嘅結果咧，第一就係破壞咗神與人嘅正常關係啦。嗱，亞當夏娃係好純真嘅喺伊甸園當中，帶着即係神嘅形象做，佢哋係同神嘅關係咧，好正常嘅，可以自由溝通啊，無害怕，亦都無羞愧啊。咁佢二人一齊生活嘅時候咧，接受一個管理呢個嘅責任啊，咁係好快樂噶，咁係好純真嘅。但係當佢犯咗罪之後咧，佢哋竟然害怕神喎，即係罪進入佢哋嘅生命當中啊，就影響到佢哋同神嘅説話啦。當神要揾佢嘅時候啦，第8節嗰度講啊，佢逃避耶和華嘅面喎，佢知道自己做咗唔啱嘅嘢啊，同埋同神嘅關係咧已經受到污染啦嚇。咁然後咧，佢哋又講啦，我在園中第10節啊，聽見你的聲音我就害怕喎。點解要害怕咧？因為我赤身露體便藏了啊。咁其實一個人冇罪嘅時候啊，點解佢突然睇神嗰個嘅創造咁美麗嘅創造，成為一個羞恥嘅事，因而產生害怕咧？因為其實罪啊污染咗人性啊，所以咧好多嘢神本來認為係冇呢個抵犯佢嘅聖潔嘅，但係喺呢個情況當中咧都出現咗問題啦，所以罪入到世界，因為人同神嘅關係出咗問題啊，就好多嘅其他以後嘅問題就出現啦咁樣。咁然後咧喺3章14到24節咧，就亦都講到咧係神對呢個女人同對男人佢兩夫妻嘅唔同嘅一啲嘅叫做後果啦，犯罪嘅後果一啲懲治啦咁樣。又對女人説：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戀慕你的丈夫。戀慕呢個字我剛才講過啦，係一個控制啊，係一個用感情上去掌管嘅意思啊。但係當女人想去犯罪嘅時候，好喜愛呢個禁果咁嘅意思啊。咁咧，所以人性咧嘅美麗嘅人性受到污染啊。然後丈夫必管轄你啊，咁管轄你亦都係一個唔係幾好嘅字嚟嘅，係一個權力啊，唔係一個敬重同埋相愛嘅態度嚟彼此相交嘅，係用個權力，係用個威嚴啊咁嘅態度嚟去管佢嘅妻子啊。呢個唔係神嘅喜悅嘅，但係佢竟然就發生咁啦。至於男人又點咧？本來佢係派佢去管理呢個園林啊。但係咧，而家咧嘅結果係點咧？佢話：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啊！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來的，要歸於土，即係話死亡咁解啦。男同女都要接受死亡呢個結果啦。罪的工價乃是死啦。然後第三點咧，喺22、24節咧，就話伊甸園咧以後佢哋要離開啦，因為伊甸園係一個完美嘅地方嚟嘅。喺地上神嘅創造當中，咁佢哋神要佢離開啦，佢唔可能繼續喺裏邊啦。咁但係唔代表咧神咧係拋棄佢哋，因為點解咧？因為
喺美麗呢個環境當中，神要佢哋喺裏邊嚟享受神嗰種嘅恩典，佢失去咗，佢再唔能夠咧喺同一個環境當中繼續活落去啊！因為佢已經失去咗嗰個神為佢預備嘅完美啊！但係神將來點咧？其實神嘅第二個拯救嘅計劃咧，就已經開始出現㗎啦。就係咧，佢會話耶穌基督會出現啊，救主會出現啊，嚟救贖佢哋啦。然後呢個完美嘅家鄉咧，都因着耶穌基督救贖嘅緣故啊，佢哋可以重新翻返去嘅。所以罪嘅工價係死，但唔等於咧，因為神嘅偉大慈愛咧，人就失去晒一切希望啊！所以當人犯罪，睇到罪嘅可惡，亦都睇到神嘅恩典咧，同一時候係出現啦咁樣，佢會產生一種救贖嘅方法。只要亞當嘅後裔係願意嘅話咧，佢哋都仲可以翻去神嗰個完美嘅家鄉當中嘅咁樣。咁呢個係犯罪嘅結果啦。咁跟住咧，我講到犯罪嘅解救嘅問題啦，好似剛才所講啦。其實解救嘅問題咧，不外咧就係兩點啊。第一，佢對魔鬼嘅審判個魔鬼嘅宣判因為魔鬼係引誘人犯罪噶嘛。咁喺呢個創世記3章15節，佢點講咧？佢話：我又叫你和女人的後裔為仇啊！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咧，也要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咧，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呢句説話咧，喺當時創世記咧，或者唔容易明白啊。但係我哋而家喺新約嘅信徒咧，應該係了解嘅咁樣。我又叫你和女人的後裔為仇啊，後代為仇啦。咁個女人後代係邊個咧？當然呢個係指耶穌基督啦因為佢係唯一嘅唔係男女結合所生嘅人啊嘛，係咪？咁佢係童女懷孕生子嘅，所以女人嘅後裔係指耶穌然後咧然後咧耶穌嘅出生咧係打敗咗魔鬼啊！因為點打敗啊？耶穌喺十字架上為罪付上一切代價，不單止係咁，佢仲死裏復活啊嘛！所以罪嘅工價由耶穌去付晒啦，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啊嘛，由耶穌去付晒呢個代價。不單止係咁，耶穌付晒呢個代價之後，佢仲可以復活喎，咁證明咧佢係勝過咗罪啦。咁勝過咗罪，等於佢勝過魔鬼啫。所以魔鬼就再冇辦法咧，可以再去掌控嗰啲擁有耶穌基督生命嘅人咁樣。咁呢個呢個15節裏邊講佢話女人嘅後裔要傷你嘅頭咁即係佢嘅致命傷咁解啫。你要傷得腳跟，只係你要釘佢十字架，俾佢暫時嘅死亡。呢個係暫時嘅啫，因為佢係會復活嘅。佢呢個唔係致命嘅傷，但係佢咧要打敗你，所以魔鬼你失去晒一切嘅權力㗎啦所以就耶穌基督嚟釘十字架，係處理咗魔鬼嗰種嘅對人類嘅傷害，同埋佢再冇任何嘅權勢使用呢個罪咧嚟控告我哋人咁樣。所以咧，耶穌係將佢完全打敗，而魔鬼就失去咗個控制嘅能力㗎。咁跟住咧就有一個預表創世記3章20節講到救贖嘅預表咁你知道啦，喺伊甸園嗰陣時候，佢哋唔需要穿衣服㗎，咁樣喺神嘅創造當中。咁但係當佢要離開呢伊甸園啦，進入呢個有罪嘅世界嘅時候咧，亞當為佢妻子咧就起咗個名叫夏娃啦。你記住呢個第一次亞當同佢妻子起名叫夏娃。以前嘅啲聖經咧，嗰創世記嗰度講咧，都係人與女人，人與女人 ，ish 跟 isha 嘅。呢度咧就講到明亞當咧為佢嘅妻子起咗個名叫夏娃，稱佢為眾生之母同佢咧揾啲皮做衣服，等佢穿咁好多嘅解經家都話啦，呢個就係亞當了解到佢得罪咗神，佢知道要認罪所以咧佢就殺咗個動物做獻祭表示咧需要耶穌基督嘅神嘅救贖贖罪祭。喺舊約就係咁嘅意思嘛，殺一個動物，動物流血，然後咧求神接納呢個動物流嘅血咧，就赦免佢哋嘅罪當然動物嘅血唔係最完美嘅，
但係耶穌嘅血係最完美嘅，所以咁嘅緣故咧，呢個係預表咗耶穌基督永遠嘅救贖係由佢完美嘅血付出嚟咁樣嚟完成咗嘅。咁所以罪嘅解決咧就離唔開喺創世記第3章嘅預表啦，即係話神咧會自己落嚟解決呢個人嘅犯罪嘅問題。耶穌基督亦都會嚟到呢個世上咧，一次過處理咗魔鬼呢個犯罪嘅天使，佢點樣嘅不住嘅引誘人類去離開神呢個由創世到而家嘅一種嘅鬥爭一種嘅魔鬼對人類嘅攻擊因為藉着對人類嘅攻擊咧，其實魔鬼咧係敵擋神咁解因為人咧係按住神嘅形象做嘅，所以一次過就解決呢個問題啦，神嚟解決咁樣，所以咧俾我睇到咧，罪係好對人類好大嘅破壞㗎，破壞人神關係啦，破壞人與人嘅關係啦，甚至咧罪嘅工價會死啦，甚至喺婚姻嘅關係當中都破壞亞當夏娃夫妻嘅關係咁樣，咁佢兩個以後嘅生活咧就冇好似喺伊甸園未犯罪之前咁完美㗎啦，咁樣咁所以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佢兩夫妻以後佢嘅後代咧都要更加需要依靠神嘅幫助，先要克服人性嘅軟弱啦咁但係神會幫助佢哋嘅，除咗拯救佢哋有永遠生命咧，仲幫助佢哋嘅永遠生命咧活得更有喜色嘅，能夠彰顯神嘅榮耀嘅。所以基督教俾我哋嘅教導，除咗係救贖之外，仲俾我哋過一個豐盛嘅生活，包括喺夫妻嘅關係當中。因為亞當夏娃自從犯咗罪之後，妻子去戀慕丈夫丈夫要掌控妻子，呢個就係夫妻關係當中已經一個好大嘅破口嚟㗎啦。但係只有神先至可以有辦法將呢個破口去填補，然後等佢回復翻正常嘅關係，係一個平等互愛嘅關係，好似喺神創造人起初嘅關係一樣。咁跟住咧，我就會用一個視圖咧，同大家講一講，等大家能夠清楚啲知道犯罪同魔鬼同人性罪性，同埋我哋新造之人嘅關係係點咁俾大家能夠更清晰嘅知道。呢個圖當中咧，其實我就將佢分為3個嘅劃分嘅啫。第一個劃分咧就係犯罪之前，即係創世記第1、第2章嗰個情況始祖嘅時候。咁但係魔鬼已經存在㗎罪就指魔鬼佢係利用人性因為始終嗰個男人嗰個女人係有人性人性按住神嘅樣式做嘅，但係佢可以利用呢個人性咧去引誘佢哋犯罪，所以呢個女人先食呢個嘅禁果，然後俾佢丈夫食啫。咁最後結果就死亡啦，即係證明人性咧唔係完美嘅，就算亞當夏娃嘅時候，所以佢先可以受到魔鬼嘅引誘咁樣。咁但係當犯咗罪之後咧，罪就入咗世界咁分別就咩咧？當人犯咗罪之後咧，人性同埋罪性咧就混淆咗啦。可以話罪性咧將人性染污咗所以呢個罪咧就更有權威更有權力去掌控呢個人咁咧佢掌控呢個人嘅時候咧，就更加等佢容易犯罪。咁當然容易犯罪嘅時候咧甚至人如果魔鬼刻意去引誘一個人嘅時候咧，如果你冇耶穌基督嗰種嘅保護嘅時候，根本人係無權亦都冇能力去抵控呢個魔鬼嘅攻擊如果魔鬼係刻意去攻擊一個人嘅時候，所以人活喺呢個世界係好危險㗎。如果冇咗神嘅保護嘅時候，因為人唔可以勝過魔鬼㗎，因為我哋人係有人性嘅軟弱，受到罪性嘅污染喺呢個環境當中咧，人會犯罪㗎。所以如果我哋睇世界歷史當中人類犯嘅好大好大嘅錯誤，好殘忍嘅錯誤，好不近人情不近道德嘅事情咧，我深深相信一定係魔鬼喺背後咧，將已經受到破壞嘅人性去盡量去掌控，甚至係魔鬼嘅作為係利用一個人做啲咁
極端嘅嘢嘅。咁喺人類歷史俾我睇到係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樣。但係神嘅方法係點咧？咁呢個圖二啦，就係神咧就釘十字架，為我哋釘十字架。喺十字架上咧，佢係勝過了死亡喎，即係勝過了罪。點解啫？因為罪嘅工價乃是死啊！佢點勝過啊？佢死裏復活啦。所以罪咧本身即係魔鬼啦，就不能控制呢個新生命啦。佢俾人打敗咗如果佢贏咗，佢可以控制我哋啦有新生命都可以控制我哋啦。但係佢係贏唔到喎，佢係耶穌基督復活喎，所以證明佢再冇能力控制新生命。佢有冇能力引誘我哋？有，一陣間我會講講嚇。佢冇能力控制我哋嘅新生命嘅時候咧，擁有新生命嘅人咧就有能力內在嘅能力選擇不犯罪呢個每一個信徒咧，我哋有聖靈喺心裏邊，我有新生命喺我哋嘅生命，所以我係有能力去選擇唔犯罪嘅咁聖經俾我哋清楚知道乜嘢叫做錯，乜嘢叫做唔啱，乜嘢叫罪。加上聖靈嘅幫助咧，我哋可以選擇唔犯罪。每個信徒都可以勝過魔鬼嘅。如果我哋願意依據神嗰個嘅指示去做，因為我哋已經有咗新嘅生命啦。但係唔代表咧呢個罪咧，去正係利用人嘅罪性嘅。因為我哋嘅身體係有罪噶嘛，人性當中受咗染污新生命係加上去嘅。嗰條生命冇走咗嘅噃，係存在嘅噃。所以佢可以利用我條舊嘅生命咧，人嘅罪性罪性同人性都混淆咗，繼續引誘我哋去犯罪所以有啲信徒都會犯罪有啲信徒咧，佢唔聽神話，聖經話佢嘅心裏邊咧，好似一塊燒過嘅鋼板一樣所以佢會做一啲好令到神傷心嘅事咁呢個當一個信徒犯罪咧，佢就破壞咗人與神嘅關係啦呢個幾週前好2週前我哋講到葡萄樹與枝子嘅關係啦，所以神咧就要修剪我哋啦，等我哋唔好繼續咧受到魔鬼嘅引誘有時修剪當中咧會令到我哋有痛苦噶，但係咁樣嘅時候咧，我哋先至可以將新生命嗰種嘅活力活出嚟所以勝過罪嘅唯一嘅辦法就係第一，信耶穌，真心去信耶穌，然後等耶穌嘅能力咧轉入我哋嘅心當中。然後我哋容許神自己喺我生命當中呢個新生命當中嚟工作。喺工作嘅時候，我認識神更深嘅時候咧，就有原則啦，亦都有內在嘅能力啦，可以抵抗呢個魔鬼嘅引誘。但魔鬼仲不停咁引誘我哋噶，魔鬼連啲使徒都敢引誘，記唔記得呢個彼得有一次叫耶穌唔好去釘十字架，點耶穌話魔鬼同彼得講，魔鬼遠離佢。所以魔鬼其實可以引誘信徒噶，但係佢唔可以勝過信徒所以喺呢度咧，今日嘅講道咧，主要嘅內容都講咗啦我哋如果知道罪係咁明顯嘅，救贖係我唯一嘅出路，咁我深信咧，大家兄弟姊妹都明白接受耶穌基督為個人救主咧，係最緊要嘅一個人生嘅決定。有咗新嘅生命嘅時候咧，跟住嘅同樣緊要嘅決定就係話要求神幫呢個新生命不住去成長。當我哋願意成長，願意為神結果子嘅時候咧，罪嘅能力咧，罪嘅引誘會慢慢減低嘅。我唔敢講話消失，但係佢會慢慢減低。咁我哋就會過一個得勝嘅生活所以大家要明白罪嘅恐怖同埋魔鬼嘅實在。咁多啲去讀聖經，認清楚聖經嘅教導，乜嘢叫做對嘅，乜嘢叫做唔啱嘅，唔啱嘅嘢就係罪嚟啦。我哋清楚嘅時候咧，就求神幫助我哋咧，神一定會幫助我哋嘅。所以喺耶穌基督裏邊，我哋係有希望嘅。願意天父祝福大家，靠着耶穌過得勝嘅生活。大家好，而家係家事分享嘅時間，提醒大家今個禮拜週五晚上1月30號7點鐘有心靈加油站，主題係愛滿我家維繫婚姻，由黃希哲弟兄幫我哋分享呢個講座，請大家留意。另外7點45分愛回家團契將會喺
111室會有一個叫做雲彩見證集嘅聚會，分享嘅聚會，請大家弟兄姊妹踴躍參加。另外7月4號到10號，雖然好似仲有好遠，但係大家要預留時間。所以咧，我哋就會呢段日子咧，暑期有個嘅短宣嘅隊，將會咧就會翻到去台南，去諗住幫助新營浸信會，透過暑期夏令營咧，去接觸當地嘅學生，將福音廣傳。人數非常有限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咧，請馬上聯絡阿簡牧師。另外7月21到25號咧，暑期嘅都有青年嘅夏令營。今年咧將會由德州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浸信會嘅弟兄姊妹嘅青少年咧，都會一齊嚟到一個夏令營去認識基督教嘅重要性。如果大家有仔女係有興趣參加嘅，請快啲去揾阿簡牧師去聯絡。我相信家事分享就係到呢度，多謝大家留意。天父耶穌，我哋感謝你，今日喺你嘅敬拜當中，你用你嘅說話，借着亞當夏娃嘅經歷嚟提醒我哋，我哋願意將自己嘅新生命交託喺你嘅保守當中，願意按照你嘅吩咐嚟不住成長。主啊，你幫助我哋勝過罪惡嘅引誘，差派我哋出去喺唔同嘅環境當中嚟見證你嘅榮耀，幫助我哋做一個好嘅兒女，做一個好嘅基督徒。咁嘅禱告係奉我哋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阿們。讚美一生